我去清买落去清落，有咩冇报查都得做。对冬天的来讲，清风片又清便宜嘅方式就会超 bus。对清落到清买哦，差不多200人公里，差不多时差为3点半钟。不过路况哦，单单系万万八八嘅山路。准备好嘛？天天来强下出发咯！美丽总面了解嘅清雷府，系太过清白嘅行政起源。不过大家对其较熟悉嘅，可能系作家不用写嘅《一月孤军》，然后全世界有名嘅土地金三角。不过也得有烟有道在那个土地，上面因为苦难始终咧赤壁。一摆，因我落去清雷山区拜访对台湾来嘅西门教宗，听听其40年来伫台北潘火教嘅故事，来了解下土地嘅强老少。经过3点半钟哦，那也到了清雷的市区地图咧。不过今日拜访的乡亲哦，范云法高中，佢无伫市区地图，佢喺啲行较北方的山区地图去学校。今日哦，忝来啊，先去看一下，明天跟我一起拜访他。山乡这点总面了嘅清雷，特别嘅地理素材，抽出了丰富多元嘅人文色彩。每本一张清幽嘅写上诗，变做台北重游嘅慢慢上去。他想到东岛的西风港下倒来，大鹏上山之前的早晨，先到清雷附近青铁皮的建筑拍庙来去看下。好先啊，人唔讲啊，来到清雷哦，天台来看一间清有名嘅拍庙，就像个名嘅形容哦，规间庙就会拍拍的，拍摄哦台北佛祖的纯洁老智慧。你看，外表你就敌。这真的是巧夺天工啊！不过你行你底部哦，你还可以体验到我们创作者的一些很好的寓意。好啦，也带你看啦，现在用到梁昆氏嘅清雷拍庙，正经讲起来唔系庙啊，系1998年起始起嘅现代建筑，行家都一下还蛮喜好嘅。老泰国传统金黄建筑模强用，艺术家用拍摄来做带，来代表佛祖嘅纯洁和智慧。不过行你拍庙之前，我先念只代表天佑的景象哦。你迄边人的形容，这样看到的时间，咩迄强强的哦，因为暗斗树还有很多藤蔓，还有些手啊，他其实手上有捧着一些好像乞讨一样，冇唔错啊。因为哦，一条英雄哦，就会太过鸦片瘾，觉得这就是地狱的形象。啊，韩国你有看到吗？好像很亮丽，懂啪啪绑啪没有？没有错，这些创作者哦，其实是艺术家。他的想法就是说，我们要经过苦难折磨以后，到了天堂以后，我们整个人就进化了。其实懂后的意义，按钮就可以警告世人说，好像我们不要做坏事，然后做善事的人，按钮我们就可以升到天堂。那知道亚张艺术家最伟大不能欧诺提冯就会，他其实这一间庙啊，他是不接受任何的资助的。他是说用自己的创作，这样才不会被人家影响。用去给他垂力，还有捐赠的方式，不接受任何政府的资助。有复杂的雕塑，大家嘅土地创作有上复杂嘅介绍。拍庙用下嘅佛教经典，然后现代元素，启发大家为多做善事，来唔停嘅调整人潮，同时为清雷一只写上诗，加添嚟发拍嘅气氛。离开拍庙，应该听听对佛教下山类接应嘅阿推歌，顺便翻教中嘅脚谱，来去清雷嘅万神帖。拜访条摆神秘的金三角。那你是几岁的时候来到那个圣莱子家这边？圣莱子家的话，差不多就是27、8岁吧。本来是我在森林球场种树，校长他过来到这里，他要办这个孤儿园嘛，孤儿园的话，他是这个是民付费了，他到山上是他校长，他20后的时候，他跑好多的学校嘛，他这个帮忙这个山上的小学校啊那样，他20后就到那个小学校看到我们，就是说来帮他忙，怎么样？后来我就说可以啊，来帮校长忙啊，我就过来20后就做临时工嘛，来帮他打扫啊，对啊，做打扫啊，接电、修电火啊。后来我就做好了，我就说我说阿才，你就不要走了，留跟校长留下，跟校长做
帮校长嘛，怎么样？那好啊，我就说好，我就帮校长做。你就帮他了？对啊，就帮他，就到现在。那圣爱之家，你看你那时候来的时候，跟现在发展起来有没有越来越好的感觉？刚刚我们来了圣爱家的时候啊，我们回龙学校差不多7、8个学生吧。只有7、8个学生啊？对啊，现在差不多600多吧。哇，那多了100倍耶！对啊，像我刚开始听到，我会觉得还蛮奇怪的。对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算比较偏佛教的国家。对。那他是天主教的，来这边帮忙，那你们一开始听到不会觉得好奇怪吗？还是办教友嘛，办教友就是说，就是都是学字嘛，也都是中文字嘛，对吧？什么天主教、佛教的是一样的啦。你跟着范校长这么多年啊，那你觉得范校长是什么样的人？办这个教友很好，对哈，很好，心很好。对啊，要是他不好的话，我们就怎么会跟他这么久？对。今年拿来强下转到蛮神贴嘅，有啲生活自家睇嘅生意呢，佢條水到禮拜6日，無論幾日就會轉到母教嚟做志工。佢條老阿財哥對反教宗嘅尊敬，你本來行卡上我了解教宗嘅故事。經過2點鐘晚嘅茶場，總算來到了蠻神貼咧。條牌也會適合托邦困雜嘅總鋪，也時推變咧，也會變做培養青年嘅希望之地。落去拜訪范教宗咯。校長，嗨，宗小吴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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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其实我刚刚跟阿才哥有聊过很多，就是关于你的事情，就觉得心生佩服，真的很佩服。谢谢，谢谢。刚刚阿才说，我从山下载我到山上来，在过程里面我发现建筑物好像越来越少，反而是山坡树林越来越多。你看这边有花有草，然后有建筑物，感觉像是个秘密花园哎。对对对。当初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啊？因为那个时候，我的先生有了变故之后，我就在想生命的意义，所以就考虑说，我也想来参与这个公益的一些工作。对。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以后，偶然间我在我们教会的报纸上看到泰北在招募志工老师，所以我就参加了这个公益的团体，就开始带一些志工老师来。因为我前身是做教育的工作，所以很驾轻就熟的就在山区里帮助这些学校啊孩子们。所以后来7年之后，我在想，好像这个工作蛮适合我，然后又看到很多的孩子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，你就算帮助他读书，他没有一个家庭的温暖，所以才萌生说找一个地方来办一个育幼院。我刚刚来的时候，没有床，没有电灯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是以前昆沙那个部队的房子，大毒枭的那个昆沙。对。那他在这个地方收容了很多的军人哈，住在这边那个太太跟我讲，她说这个地方都是那个养鸡空在这里的房间，这个空地，那里面是养猪，这边是养猪的。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以前是猪圈了，就是一个空空的房子，然后养鸡养猪，满院子都是那个鸡跑来跑去。那时候更多鸡在这边，因为邻居的鸡都会跑上来，对，不是我们家养的鸡。这样听起来环境其实没有到非常好，那时候怎么会有机缘可以过来这里？因为我一上来就爱上这个地方，我看到这个地方，后面有山啊，我看到有山，然后这边那么视野这么好，对，所以这个风景大概，自然的这个风景吸引了我，然后又看到说，不管怎么样是现成的一个地方，我不用再花经费来盖这个房子，我就铺一张报纸在那个养猪的那个房间里面，铺在那个地上，我就睡在那个报纸上面，睡了2个晚上。哇！然后我就看天空啊，晚上星星，我就幻想着那一群孩子会跟我在这里生活。对，过了2、3天以后，我才下山开始去买家具，把这里整理好。所以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还历历在目哈。想到一个有家的感觉的一个幼儿园，因为我知道你第一批其实就已经收容了24位学生。对，我本来是计划3年收24个，没想到第1年就满了。那时候24个一下来这么多，不会怕很艰难吗？好像从我答应要来以后，就满心是喜乐的。为我来讲，好像没有困难的事情，我只有想到说，
哎，我以前办幼稚园，白天送来，晚上接回去。那我来办幼儿园，只是24小时跟我生活在一起而已哈。它的不同就是我要照顾他们24个小时，所以我就考虑了1年多，想说啊，来到这里以后绝对不会再有退回去的那个路了，所以才决定了来到这边就满心喜乐。元旦喺台灣開幼稚園嘅范元華高中，1995年因為老公幸福過身，來到台北做志工。7年嘅來來去去，因為知道台北嘅少年嘅需要人來聽書。2002年，佢買得嚟啲台灣嘅成家，帶到亞庇來，對24世嘅少年嘅希視，希望透過教育帶伴台北嘅少年嘅希望未來。佢用是按呢一種唔盼得嘅想法，咪找到了所唔似嘅志工來到亞地土地付出。睡了两个晚上的，在做梦的地方，在做梦啊，幻想跟小朋友相处。对，哎，刚好我们从台湾来了2位志工老师，你好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他是我们的邓婵娟老师，邓老师，邓老师啊，那一位年轻的美女，她是汤雅琪老师。哦，汤老师，哎，好，2位客家人哦。哦，那讲客，你们客家人，好巧哦。按读后第二位读到用啥客家人？对啊。你们2个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会惹到鸦片跟着校长服务？就是自动送上门的。那你嘞？看免书的啦，面熟，面试吧？没啦，脸书啦。哦，看脸书多了，那汤姆色的。哦，你看面熟我没有听过，你用啥惹到鸦片去救嘞？我利用专业咯。哦，利用专业的哦。我鸦片有懂得很多的志工老师会来这边服务。这10几年大概也有没有上百，有70-80个人了。不过也差不多啊，可能下主条的时间用的用啥现场底下要歇困，冇去搞熟呢。因为这边的孩子是泰国人嘛，都入了泰国籍啦，或者是说他有参加这个义务教育的这个责任，所以他早上7点半到泰文学校，然后3点半放学。有的回家，有的不回家，就直接去中文学校了。那2位老师就是差不多4点半过去，5点钟开始上课。看到一下東店前嘅萬神貼，你絕對想唔到，也位條擺哦，係全球做土人親注意嘅所在。聽聽1970年代，泰國政府全力所託，讓葡萄少數民族轉型，一下種茶推理嘅鴉片，廣州推理嘅賣托。條擺無嚇死人係個寫上師有了新嘅法律，是唔過聽聽時嘅過去，每講中文嘅老片人搶搶嘅模特咧，佢條後退嘅文化認同同教育，變到了東西有解決嘅問題。你们来这边通常都会买什么？说买小吃，就是我们早上的早餐这样。哦，早餐的东西。那通常就很简单，很方便。这个你们早上吃烤猪肉？你们早上吃烤的哦？对啊，还有他加那个糯米饭一起吃。哦，你们早上5块。哇，哦，早上吃这个，然后加糯米饭。我吃起来听起来蛮饱的，感觉像是吃中餐的感觉。对啊。不过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他们很注重中华文化。看到鸦片散放的身影呢，绝对会开《弟子规》耶。弟子规。对啊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傣族，他们用竹筒做的饭。它原料是什么啊？原料是糖啊。原料是糖哦。红糖啊。哦，红糖哦。那这个是你们当早餐吃的？对。有像台湾嘅糍粑，不过是红豆口味的感觉，甜甜的，你们不会很腻啊？哎，吃这个要配什么喝的吗？配咖啡也可以啊。配咖啡哦。对。我英国唔会茶哦。你是哪一族的？我是那个大理那边的。那压力太贵，不过泰嘎大家都会讲中文哦。对。会讲的也有，不会讲的也有。不过大部分人我听到好像我问他什么，他基本上都听得懂啊。这边到底有多少民族在这里啊？
有好几个，比如说傣族、傣族汉族，还有阿卡族、阿卡族拉祜族、傈僳族，都很多族。他们就有时间他们好像自己种的菜啊、水果，他们就拿到早市里摆摊，然后就卖这样。志玲，那你是什么原因来到圣爱之家，来到奶奶那边？因为啊，我们家庭很多人，然后家庭就一般没有很多的那个钱来让我们念书，因为家里还有很多的小孩要念书。然后我婆婆又老了，所以她没有能力养我了。婆婆的朋友介绍给婆婆，所以把我带来到奶奶这边。哦，就朋友刚好介绍有这个机缘，就来到奶奶这边。那你刚来的时候会不会很害怕？会啊，我们刚来的时候到不一样的环境就会哭这样，然后奶奶就会来安慰我们，然后就跟我们说不要怕，以后就跟奶奶在，以后就叫我奶奶，之后就慢慢习惯了。奶奶对我们就像我们是她自己的孙女或者孙子这样。因为我知道你本来是云南那边的人嘛，你跟我讲。对。云南那边讲的话，其实跟我们现在讲虽然都是中文，可是口音其实不太一样的。对，不一样。那你来奶奶这边学的其实是比较类似像台湾口音的中文嘛？对。那你觉得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很大的收获吗？很大收获，因为我们会了中文，可是我去哪里工作的话，如果会中文的话，收入比较好，然后很多工作你可以选。像有些的哥哥姐姐们，所以大部分都偏向去做导游啊，去跟团啊，或者有中国人来观光的地方去，他们都会去在那里。现在准备要上大学了嘛？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吗？就念书，大学毕业了，先回来服务，为自己的母校服务。这样很好。你有没有觉得你碰到奶奶是非常幸运的事情？对啊，很幸运。用教育转变人生，返教中的愿望转换做青年的自立自强、打拼的希望。多么安逸的环境，有了安定的所在，本一群青年有为自家未来打拼的机会。每因为看到了青年有特殊的需求，返教中除了照顾古语言的青年，又接下了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工作。当到啲生活自家睇嘅青年，啲套大學教育，免費進到返教中探嘅狀況嚟教書，佢哋啲返教中嘅關心度，學會珍惜留感恩，故作愛做啲故鄉，繼續行下去。你那時候其實已經有聖愛之家了嘛？而且其實一開始草創時其實蠻辛苦的，怎麼會在同時想要又接手回龍中學？沒有想過你自己會太辛苦嗎？好像辛苦2個字都沒有出現過。2003年的4月，這個學校的負責人、村長還有校長，原來的老校長就到聖愛家找我，說這個學校要關門，問我可不可以幫忙接。我就說我試試看，我答應他1學期。所以了看這麼破破爛爛，要從頭開始。可是我那種想幫助人家那個心就出來了，就想說沒有問題吧，我把它整理整理，我們就可以上課啦。反正聖愛之家有經驗了。對，聖愛還有我在台灣的辦校經驗，所以這樣累積下來，我在講我前面的那個幾十年都好像為了這裡而準備的。接下來一開始整頓，村民就活躍起來，20戶村民很高興，都過來當志工幫我的忙，感覺上他們覺得這個學校有希望了。所以一開學的時候就有50多個學生，原本17個馬上變50個，18個學生。那當中當然有我24個聖愛家過來的。那我自己本身接了以後，我才發現，這些老師的薪水怎麼辦？而且孩子們交學費20塊、50塊還交不起，因為他們家長都是打零工，所以我就想我要回去找錢去募款。這20年來，我就去買那個，這裡有一些阿卡學生中心，他們就學做很多的手工藝，所以我就去跟他們買了以後，我再帶回去。我到過很多人家的辦公室，像北一女的老師辦公室，然後還有一些航空公司辦公室，人家賣機票的地方，只要有一個人介紹說你有沒有空啊，來我們這邊義賣，我就背着包包就走了。對於就係話題嘅中文學校，都要下做嘅堂喺度結合80後生嘅特殊嘅生。返教中啲壓力掀起了村民嘅書同聲音，野下嚟教育嘅重言，換來青年轉變醞釀嘅希望。一個大愛能夠跨越嘅2000公里，始終嚟對台灣來嘅相信。
搭分3款嘅遐处，大家自我嘅天数，3样其中嘅里条，本反高中情况度轻简单又艰难嘅雏形，有咧做到嘅可能。唔过来看，其实中文程度动作唔会差哦。会无同好啦，因为讲嘅，因为佢都上国文的时间无同多啦。哦，建议石头要上泰文。安布头咧上国文、老英文。诶，泰国人是无诶，还有缅甸的人是无按过啦。就等于从头学习，对啦，长度可能较慢一啲咧。唔过嚟啲讲啊，就是你头摆啲台湾嘅时间咩有得教书嘅。哦，有啦，有教书嘿。也还有类都要骗教书。跟你知道两天学生嘅亲无看过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觉得他们很注重中华文化。我对到俩，本来动金呀，看到两片声音呢，佢都会配三字经。啊，要配三字经，刚唔系老弟子规耶。弟子规。系啊。哇。佢都懂重视读经、读经。不过对以这个来讲啊，你教两天无看过嘅学生嘅，你这个有乜个舒服嘛？到台湾老两片杀，若要吃到上老爱爱心分两位嘅学生嘅，因为佢需要两片嘅欣赏啦，哦，你做得做退休啦，无事情，哦，无后顾之忧，两片杀嘅，你看空气安好，哦，风景又安静，所以我出到同好，你看佢都懂苦，你看佢都大家是懂快乐。懂有礼貌，看到学生的懂真诚，你所以想，你第一东西要想办法分学生的样看到青年的3万好事嘅态度，每本职工记得韩看人人全力付出。青年的3万正确一切嘅惩罚态度，每带本职工年年嘅感动老回馈。内上就像高中讲嘅，恩师嘅天数也着青年嘅。本记得像奉养的里条，本大家想要出条件嘅青年呢，有机会下个意来练习笔。反高中按多年嘅坚持，每本费用中文国家有了好名声，就得继续得到行较多嘅3年。你怎么穿的这么特别？这是什么衣服？这是利索族。利索族，利索族在哪里啊？在山上。在山上，也是在这附近吗？那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想要来范校这边学中文吗？我听说这边的中文。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学中文？找得好工作。想要找到好工作，那之后会想要留在泰国这边发展，还是说你会是要到其他地方？想去别的地方读书，像台湾。哦，你想来台湾哦？你学中文学多久了？从小到现在。你从小到现在，你几岁啊？16岁。那你学了16年，你觉得自己的程度怎么样16年不是16年啊，是从5岁开始。5岁开始学，对，5岁开始学，现在应该大部分沟通方面全部都没有问题。对。那你有没有很感谢校长？有。你觉得校长对你来说是像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像我的恩人。他是你的恩人。让我们有学校可以来念书的。你当初有想过说教授他们中文对他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？当初我也不理解，因为我想说他们是泰国人，好好把泰文学好，立足在泰国的社会，对不对？但是家长才跟我说了几个理由。他第一个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不要我们的孩子忘掉他是中国人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中国有很好的传统文化，那他们应该要学中文，所以家长意识到这个，才会把学生一直送来。再加上现在东协嘛，我们这一边10几个国家，他们通商以后啊，需要这个会中文的人越来越多，包括中国大陆的那些商人也过来这里，台湾的老板都很需求会中英泰3国语言，他们需要翻译的人。
所以中文的出路就是越来越广。那么家长也重视，连泰国政府都重视。他们清莱大学跟我们的学校在今年的上半年有签约合作，说我们学校的毕业生通过几个考试的就可以免试入到。不用考试啊？哎，不用考试。清莱大学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大学。算不错。我们去开会的时候，那个校长告诉我，他说学生成绩都不错，很乖，山上下来的孩子啊，他说尤其回龙的孩子讲中文很标准。我想这个大概就跟我们台湾来啊四处来的志工老师，让他们听到标准的中文是什么样。所以虽然说当初其实算是误打误撞，也没有想过说传承中文会影响力这么大。那到现在，因为当然校长，我觉得你的坚持努力，还有你的教育理念，加上你的宏观啊，你看的是蛮远的，让这些小孩子可以很幸福，然后很幸运的成长。对，我也真的替他们高兴。有懂得神父老修女，伫台湾父母的一生人，佢条无私的爱本来出到懂皮肤，伫推背鸦片呢，反高中有强烈的精神奉献，汉家的中华文化都在延续下去。其实伫清莱嘅三度方哦，有懂得的人唔但抢去幕前听听，汉家连身份都冇，反而为反高中，佢条学习咗中华嘅文化，有这个人生有一只反转嘅机会。其实有人哦，始终会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家家都唔会珍惜这个有的东西，不过若杀啲鸦片，真真切切干出斗，反高中的太爱，还有中华文化的重要性。那所以若反高中讲，什么人按这些辛苦你。离开点睛的慢神贴，希望因哋也在土地谈多的久，反高中心怀太爱做小事的精神。都得透过影响传播大家，不爱继续流传。离开了本人精辟的反高中，因为转变下心情，又去泰国的首都曼谷来拜访自家讲起本泰国太天名气的客家妹。哎，Jamie。Hello， 嗨。哦，终于看到你了。啊，真高兴看到你。对啊。按照你就是买疫苗生哦？一定要的，这早餐这很有名哎。你离开台湾很多天了吧？你这次对不对？我想让你尝试家乡味，有台湾的味道的，它很特别哦。你看哦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是珍珠奶茶吗？对，珍珠豆浆。这家店是台湾人做的，所以台湾人开哦。对，所以它有台湾的味道。你今天还要带来去哪里？哦，因为呢，我想让你过很 local 的生活。哎，你刚刚怎么来的？我今天是坐计程车过来的。对啊，所以你有坐过这里的公车吗？公车哦，很猛嘞，因为他 BTS 没都在投啊。对啊，捷运没都在啦。泰国的公车很厉害。嘿哦，我那么我领当然去听讲好，走。热情发白的 Jamie 和台北出生的客家妹，也喺伫曼谷的国际学校做中文欣赏，喺伫泰国10年，都在讲全曼谷行跳跳。而家按当然哦，当时有机会讲客家嘅語，當歡喜嘢來拜訪。Jamie 講也話會帶定來，做一隻東洋人嘅曼谷人，行，聽你嘅旅行咯。哦，然后这就是，肚后有 V 呢。对啊，收票小姐。这个大空块。鸦片还有收票小姐哦。对啊。啊，你跟拿钱本给啊呢？对。等一下哦。审探怎么看？哎，韩城七哦。对啊。你台湾东九没看到车长小姐。所以我觉得这边很特别的就是车长小姐，因为她在这里虽然曼谷这么繁华的大都市，可是她现在还保留这种很传统、很原始的东西。你看，她还有给这个票呢。哦，哎。车票，同情你看，这可以有抢 NC 时间。我记得那时候台铁好像也是类似像这样子的票。对啊。这应该不是那种简动的吧？不是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小姐会叮过来，然后你就给她钱这样。很像来到船塘汹涌啊，来到那片坐下来，你就来跟你点餐，然后你就付钱给人家，你就可以坐车。对啊。我很神奇，这鸦片怎么连窗户都没有啊？
然后它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呢，它的汤是会放一些血进去，它是放新鲜的血进去的，然后一点点，然后它的汤就会变得浊浊的。哎，真紧的，你看，那个棕黑无色，没唔黑，就是颜色很深啊。对。我很神奇，这鸦片怎么连窗户都没有啊？对啊，可是你看自然风还蛮凉的吧？我不觉得，这曼谷鸦片，你可能你会关系，鸦片迄风迄热嘅，这个风是热的啊。可能我习惯了吧，自然风我觉得还不错。你看，不过要腿查可以来懂有历史哦。对啊，我听说这种车都是别的国家淘汰之后，然后送到泰国来当公车使用的。而且在泰国坐公车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都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他不会告诉你下一站要去哪，你必须要自己。我就那种腿背有广播也没有。没有，你要自己盯着看说，在哪里，或者你要跟车长小姐说你要到哪里，请他叫你，不然的话你就会错过那一站，不知道到哪里下。那你从来会懂行库嘞？那我是不是要拿那个 Google 地图，地理一宽，好像很紧张的东往啊？对，所以这真的是过当地 local 的生活。所以这边没有那个拉铃可以讲说，哪里下茶嘞？有，就是你要下车的话，你可以逼他叮叮叮，但是他不会告诉你到站了。哦，可能较无查标嘛，你看唔到讲哪边做在下茶，你看唔到。是讲啊，那草鸭甲茶的哦，东省西望唔错啊。不过都在哪去那边都冇人来讲啊。哦，我现在要带你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又很特别。也是很 local 的地方。嗰個那一下做唔得地，下台站會地，係冇？對。好了，我一下就好好的享受一下我們泰國就比較傳統一點 local 的公車。對，享受一下熱風。哎，海姐，那個窗戶在開起，好熱啊！上次唔知點哪個茶牌，冇聽通嘅路線，冇聽通會關門嘅茶嘅。喺曼谷坐公車，雖然唔係輕夾、輕疏鬆嘅交通方式，不過確實都得加強曼谷人嘅意識。可唔是台灣嘅人，名因為 Jamie， 提拜坐曼谷公車，感受當地人清真寺嘅生活。坐電公車來到湄南河順 ，Jamie 行個單人盤南外一種曼谷特別嘅交通工具。鸦片很神奇啊，好像我們在高雄搭那個旗津的渡輪通用啊。对啊，等下歐多拜就可以下來了。我估計那個水島旗津通用就是一些平常居民往返也會坐這種團。對，沒錯。所以我們現在要搭渡輪，然後到對面去，才會到我們下一個目的地。對，它在那個河的另外一頭，所以他們就說是個曼谷的綠肺。哦，曼谷那邊胎堵斯，現在還去世外桃源的小島，還蠻期待的。穿過泰國嘅湄南河，都得講係曼谷嘅母親河。佢為城市帶來嘅法律，係提供曼谷裏邊嘅船運系統，就將公車用嘅土船連接喺湄南河嘅兩條。坐上來過河吧，接下來就來看一下最美嘅史美景點，感受曼谷強氣嘅點心咯。哇，你都帶黑馬嘅手菜啊！那看起來有點像淡水的紅樹林的感覺，因為那邊有點像水筆仔。是啊，對啊，這個地方呢，就是非常有名的曼谷的綠肺。綠肺，那個很多綠肺，因為它是在曼谷的市中心，然後就像是一顆肺這樣，然後散發出很多的分多金嗎？耶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哦，就都市底部有可能比較烏煙瘴氣一點，那個肺就等於過濾那個髒空氣，在那邊真的啦，是聞起來是跟城市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樣。而且曼谷的人啊，都很喜歡週末的時候就來這邊。舒壓啊，呼吸新鮮空氣，看看綠色的東西。哎呦，這算你是在曼谷的後花園哦。對啊，我常帶朋友來這邊玩呢。對啊，你這麼樂於分享泰國的一切，不管是市中心的東西，還是這個算是也不算郊區啦，就是另外一種面向的東西。給用死的都曼谷鴉片，是因為說你喜歡曼谷這邊的生活，所以你特別來到泰國這裡。回想起之前為什麼會來泰國，好像是我第一年來
泰国的时候是在台湾，那时候是有个教育志工，教育部他想要选一些人，他送来泰国，然后教当地比较穷的孩子，比较没有钱的大学来帮助他们学习华文。之前有在参加过一些志工去海外服务，但也就是短暂的一个暑假的时间，然后后来就觉得，教外国人中文这件事情好像挺夯的，所以我当时就在10年前就出来了，然后后来就出来就在台北先服务了大概1年半，之后也去了泰国的东北那边。然后不是我们都曼谷鸦片哦，是先到台北那边。没有，对，因为是志工嘛，所以是去比较乡下的地方去做服务。我还记得我当时住在泰式高脚屋，你看过吗？高脚屋就冲亚洲，有没有看高脚屋？对啊，那种是木头的，就像以前泰国鬼片都会叽叽嘎嘎都会出现，还有航路会，对，然后都会有鬼在缝中偷看你的那一种，对啊。我记得当时他们叫我去住那里的时候，我第1天的时候还整个大哭，说我真的不想去住那里。不过对方，我记得泰国老师当时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就说，你别忘了你是志工。然后这句话就让我印象深刻，就想，对啊，既然是志工，怎么样的状况我们都要接受，就有把它调整，就比较融入当地，然后也比较不会抱着用自己的心态，台湾人的心态去看待泰国的事情。那志工做完了，其实你的责任也尽了，你世界也看到了，莫兄公就做进去就后了，还怎么继续留下来念研究所？对啊，因为一开始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个机会，然后我其实有个那种远大的抱负，想要利用这机会之后还可以去国外世界各地看一看啊，就是也可以去各地教书这样。但是因为泰国的土真的很黏人嘛，然后泰国人真的很好，就是你来了这边这几天你也知道，就是泰国人可能对你很亲切啊，都把你当作朋友啊，在路上都会帮你。所以这也是我就很想留在这边的原因，对啊。不过，那你这样子讲话，你有教过书吗？那我想知道一下，就是说泰国人这边他们的学生啊，上课的风气了，台湾有没有跟某科的提供？这边的话，其实他们还蛮积极的，他们懂的话，他们就会回答。他们比较不会害羞，因为他们的民族性的关系，他们其实很乐观，很就是他们回答错了，他们并不会觉得很丢脸，其实这样蛮好的。而且我觉得最特别是泰国人，他非常的尊师重道。对啊，这点就是在我刚来的时候就觉得还蛮惊讶，因为他们就是如果我们这样说话嘛，有学生经过我们前面的时候，我要微微的经过这样子。要这么卑微吗？是不是不可以这样直挺挺的经过？那你给用要这种凶法哦，是觉得老师是很高高在上的。对啊，而且呢，他们的学生呢都不能直视老师的眼神，是没办法的。注意到。对啊，就像我们以前在训话的时候，就说学生们看着我，他们就不敢看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不直视我？一开始以为他们没礼貌，其实他表达他们礼貌的一种方式。后来才知道，对，是民族性的不同，他们非常的害羞，而且他们可能被教育说是不能够直视长辈的眼睛。对跳蛤蟆嘅唔適應，到後來受到當地嘅順譜讓文化嘅影響，決面親密喺台北教了4年書，行家啲結束志工生涯過後，繼續選擇留喺泰國做事讀書，出體得到當地嘅教育設施，未喺曼谷繼續記錄泰國嘅緣分。来，现在要带你来这个第2个非常厉害的地方——水上市场。水上市场，那有迄个啊，个淡润沙岛水上市场都有名啊。不一样，冇强用，冇强用。哎呦，按神奇，天对落坤。来走。來到有東方威尼斯後面上嘅曼谷，當然就唔代表過當地親有特色嘅水上市場，也就禮拜2年限定嘅邦南旁水上市場，係用3拿度嘅河壩做中心。向外延伸嘅水上市場，同時偏沿沙漠乜嘅觀光客，整件都在講係在天然爭地嘅景點哦。เนื้อก๋วยเตี๋ยวไก่นะคะเนื้อตุ๋นไก่ตุ๋นค่ะเดี๋ยวมีเนื้อมีไก่นะจ๊ะ好啦，那安尼来发现呢，要不了淡润沙岛青苔茶片嘛该。嘛该。要不董琼。好像没有这么热闹哦，市集没有那么多，因为淡润茶岛给片哦，有懂都会选的啊，行来行去买东西的，还有很多外国的观光客，什么金头发、西洋的懂都。要不
董兄空我妈该有。因为这边真的是很当地、很 local 的水上市场。对啊，看看一下这边水。有啊，其实讲水上市场，如果我来判断的话，应该叫做河上市场。河边市场，对，是河边吧？其实也是很像沟边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沟边很喊呢，小运大水沟就对了。对。所以在泰国呢，就是只要是在河旁边的市集，就会像是水上市场，就是很广义的定义。对，没错。可是我给你一个小干嘛该呢？你头都鸦片，为什么该？所以今天就来带你来吃看这个船面，第一卡，改嫩，แล้วก็เนื้อหนึ่งค่ะหนังตกด้วยนะคะ。给你点嘛该呢？我点了个鸡跟一个牛给你。一个牛哦，就各吃看不一样口味。对。然后它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呢，它的汤是会放一些血进去，它是放新鲜的血进去的。这样带你去吃一个我觉得很健康，我个人很喜欢的东西。很健康。这个东西呢叫做面康。那我们来先试看看好了。就是弄成三角形的样子，你吃吃看。一口吃嘛哦。对。怎么样？然后它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呢，它的汤是会放一些血进去，它是放新鲜的血进去的，然后一点点，然后它的汤就会变得浊浊的。真紧的，你看，一个棕黑无色，咩唔黑，就是颜色很深啊。对。其实你没讲哦，然后想讲，喊 T B O 吃口呢，你一讲是血，我就有点心理障碍吗？某些各位东西就尝试一下。好吃某。哎呀，其实我妈该没有血的味道，反而很鲜甜的感觉。对，没错。哇，那你一开始听到是血的时候，你都不会怕，你这么敢尝鲜哦？因为当地人吃什么，我都很想要学习看看、吃吃看。然后一尝之后就发现，就跟你一样惊为天人，觉得哇，怎么这么鲜？不过我刚刚听你点餐啊，你泰国发音会工作暗号了。其实我泰语没有说得很好，但是能够沟通啦，就是已经。沟通无碍，沟通无碍。因为我并没有进学校学泰语，但是因为我在泰国住了10几年了，所以就常常跟他们当地的人说泰语啊，所以就越说越上手。不过啊，看到会不会含有懂得的东西哦？你等一下可以好好帮我介绍一下。哦，一定，我等一下一定还会再带你去后面大吃特吃。那我现在要先研究一下这个血汤，这台湾真给猛台湾没有上天阳青菜地的泰国小吃。绝对学了鸦片啦！行家 Jamie 咪讲，来曼谷王思聪，就算唔会讲泰文，咪冇相干。因为曼谷人东好上路，又有耐心，家家必须把脚咩都得通啊！就算真嘅冇办法沟通，就凭自家一只鸡尾泰蛋来吃一下，可能你会发现到你想唔到嘅曼谷经验哦。大伦呢，还会尝试什么新奇的东西？好啊，我现在带你去吃一个我觉得很健康，我个人很喜欢的东西。很健康？对啊，就是这个东西。对啊。这个东西呢叫做面康，因为呢它就是把很多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叶子上面，然后一口吃下去，然后它的东西都很天然，很健康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养生。你不会嘛该喏，来看到红葱头，然后柠檬，然后要给调味花生，那要给什么该？这应该是姜，姜，对，这个算是像香料那种的。对，那重头戏应该是这个吧？这个感觉像鱿鱼丝。No， 不是，这个是干燥的椰丝。所以它全部都是像植物性的。对啊。最后不会还要再配上一根辣椒，很厉害，这个辣椒非常辣。你讲哦。越小的越辣，那我们来先试看看好了。就是弄成三角形的样子，你吃看。一口吃嘛哦。对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哪里有清爽？这个味道其实还蛮重的，有点酸酸辣辣。它有很多种味道，味觉会出来，在你一口那一瞬间的感觉。刚可能是你做一时间哦，有点苦涩咸咸，可是那个柠檬如果一喷出来以后，对，就好了。还好我现在没有穿辣椒，好像不太辣。这个东西在台湾没有啊，你怎么会找到这种东西？
因为就是走走看看啊，就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健康、很新鲜，就很想尝试看看。然后你每一个看呢，都是你常常见到的东西，但你都没有想说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吃。然后第一次把它放在一起吃的时候，我大概有放辣椒，然后我整个就是飙泪，就啊怎么这么辣？哇，不过有这种东西，你刚刚讲说里面其实都是蔬菜嘛，那听起来非常养生。养生东西你会懂贵耶？对啊，养生现在在台湾都很贵，是吧？对啊。可是刚刚你看那一盘才20块钱呢，一盘20块，相当便宜呢。因为呢，在曼谷这个地方呢，其实还蛮特别的，它的贫富差距很大，就是有钱的人呢，他有有钱的生活模式，然后比较没有钱的人，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那我觉得像在这个水上市场啊，它是比较属于当地的人的，所以它的物价也比较亲民，对啊。我还蛮喜欢曼谷、泰国这些地方，就是你有多少钱，你可以用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去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脚步。因为常常经过这样子的相处之后呢，就觉得自己要把自己的价值观抛掉。对啊，要配合他们的话，就发现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会不会觉得心灵上的满足，其实有时候比物质的更加的宝贵？是啊，我也觉得，对你说的真的非常的好，没错，心灵的满足就是你的感觉吗？没错，心灵的价值、心灵的满足呢，就常常大过于物质上的价值。从你的饮食啊，再加上你讲话的速度跟口气，我觉得你已经算是会讲中文的泰国人，活脱脱的泰国人的样子是吗？皮肤也是有一点黑。哎呀，你们这样子。对啊，其实很多我每次回台湾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说我长得很像泰国人，这样，所以可能因为在那边住很久了吧，对啊。然后我对这边的饮食就是真的很适应，但其实我就难以忘怀的还是那道地的客家菜。客家菜？对呀、搞出懂眼懂货色啊。不过这边也有这边的特色啊，为什么还特别怀念客家菜？在于我之前在那边当志工8年嘛，然后因为我们公立学校放假的时间跟台湾的时间不一样，所以他们过年的时候是没办法回家的。之后我是到了国际学校之后，因为他是有台湾的孩子、中国的孩子，所以他放农历年的假。所以我在我第一次就8年之后第一次回台湾过年的时候，哇塞，回到家看到那满桌的客家菜，妈妈的拿手菜，我才突然有种觉得，哇，原来这就是家乡的味道。然后我才真的觉得说，原来我这么热爱客家菜啊，想到我都流口水。这种苦哇，那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这种苦，不会觉得说啊，那你来一下有体验到就好了，赚一啦，他们支持你过来啊。因为他们都觉得去东南亚嘛，一个女生可能在外面很危险，中间过程他都想叫我说可以回家了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因为就是还抱着一颗好就是想去冒险的心，所以就继续留下来了。然后他们就看到我在这边用泰语跟当地人交谈啊，然后介绍东西给他们，他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，然后连要离开之前呢都。几个人都痛哭流涕，这样泣不成声。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痛哭流涕不一定是觉得说啊我要跟你分离了，对，而是觉得说哇我的女儿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认真，还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。对啊，那你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接下来有计划性的想要继续留在泰国这里发展？我觉得未来的情况真的不一定哎，但是我真的很enjoy现在的生活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要不要选择，他要不要出国外派啊，他可能都只是看在金钱方面。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的机缘就不一定，就你要有努力过后，将来机缘到了，自然就会是你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我这个一趟这样子下来，也有这种很深刻的感受。休长时间对世界的好奇。打开了 Jamie 另外一种大变的人生。4年过去了，泰国的老管老朴实，令 Jamie 行较低调。是不过天天年事强太咧，这样时一次成为行退的想法，没有了梦想的改变。家乡的野外变到其成群度青苔的瓜雕。Jamie 讲，其实野下其上外的东简单，就要希望做得转服是一种客家菜，让青色的野外讲一声安子西。